排住17檔就好順利。精確純愛2.1倍啊！精確，睇下跳情跳咁多點啦，嗱，初戀、夢步新花、美絕群星，入剩幾匹嘅啫噃。紅帽就獻才藝，後邊係燒星。好，獻才藝入埋，等埋真試煉同埋燒星。好，真試煉先，等埋燒星。嚟到 S4嘅1000堅尼啊！隨時預備步，隨時開閘，預備。一跳出嚟嘅時候啦，火焰機啊叫做比較慢啲個匹嚟㗎啦，最快彈出嚟嘅天演係最快㗎，白衫啊！咁喺佢外側方面咧，燒星橙色衫唔慢啦，然之後見到就係艷麗飛喺中檔位置，白衫綠帽就亞倫大島啊，然之後愛蘭呢邊啊花樣奢華啦，緊隨其後就望走市嚟嘅，鏡頭影住入邊啊仲有啲水都艷日啦，咁啊精確咧就跟住係水都艷日嘅後邊嚟㗎，拍住再後些少嘅咧就粉飾定案，紅帽咧就獻才藝喺馬林中間啊，拍住黃衫啊真試煉，睇翻愛蘭呢邊咧網走市啊緊隨咧就係花樣奢華嚟嘅，後邊咧好順利就比較就搶口一啲啊，後邊仲有嘅黃帽咧就赤熱飛奔，再後少少嘅馬咧先係辣初戀啊，同埋好順利嚟嘅。望翻前邊啦，且戰且走咧，啲就花樣奢華咧，暫時係領先就半個馬位到啦。艷麗飛啊守住個第二㗎，然之後後一格亞倫大島啦，白衫啊天演啦，橙衫就燒星，再後少少藍衫紅帽就獻才藝，黃色衫啊真試煉嚟嘅，入邊咧仲見到就水都艷日啦，後邊都未騎喎，精確啊！睇翻愛蘭呢邊咧，藍衫白帽就網走市，騎下唔係好多咧，夢步生花上緊啲咧就純愛嚟㗎，後邊仲有見到就係呢匹咧就係辣初戀嚟嘅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咧仲見到咧呢匹天演咧就佔先少少，外邊就花樣奢華，咁啊睇下就艷麗飛追唔追啦，入邊精確咧打緊衝鋒上嚟，純愛呢幾步亦都幾強嘅，最後大概200米到，中間突圍而出，見到個純愛對住咧就係入邊嘅天演嚟嘅，外邊嘅花樣奢華，再上緊嚟美絕群星喎，睇嚟咧今屆咧顧摩亞嘅集團馬匹啦，純愛可以贏出1000堅尼，跑第二名咧，見到個天演外邊位置咧，睇下嗰隻花樣奢華係咪追到上嚟咧？但係嗰隻係美絕群星嚟啊，夾住中間淺藍色衫，反而高多芬嗰啲麻麻地喎。係啦，好啦，純愛啊，咁啊雖然精確就跑得麻麻地，但係純愛就贏馬天演啊第二，睇嚟啊花樣奢華應該搶到個第3啊。係啦，美絕群星係第四，跟住網走市套輪，擠咗下啦，精確擠完一下就只能夠保持走勢啦，同水都艷日都係表現係一般。咁啊純愛，佢輕鬆啲喎，好嘢喎，即係上嚟1里依然都跑得好好啊，羅敦。嗰隻美絕群星都係爭啲狀態嘅，擠咗一下係威係勢之後，就只能夠保持住個走勢啦。一路喺外檔開始慢慢推進，就啲純愛咁，跟住隻花樣奢華咁啊，然後移出去即係中外碟嗰度啦，即係佢喺外檔大外檔就移入少少喺中外碟嗰度推進，咁啊一攻而破啦。羅敦啊，其實早幾屆都係以年6爆去贏過㗎咋，真係唔一定冇假㗎。係，同埋始終呢啲賽事即係邊隻進度好啲，即係有時跑過自知。艷麗飛嘅早段都跟得幾好嘅，但係翻到嚟唔係點爆。藍衫藍寶，咪網走市都湧過一下。嗱，水都艷日都係咁上下。係。係隻天演喺中檔都頂得幾下，但係都係純愛嗰個後勁比較強啲啊！咁啊，隔咗幾年贏翻啦，古摩亞陣營嘅馬匹。好啦，純愛啊！咁啊，今年就兩出兩節啦。
當年就 Love 贏完到 True Love 啦，而家係啦。嗱，初戀又唔係好差喎，見到佢喺前列位置喎。其實算驚喜喎，佢早段流咧，隻馬冇話咩唔規矩性嘅喎，啊終點前湧上嚟，其實個追勢唔錯㗎。咁樣五花啷跳上嚟。係啦，即係有時啲大跳程嘅馬，有陣時個步頻都未調教到跑呢個途程，啊但係佢又冇乜話咩唔妥啊。好啦，咁啊 S4第一場啊，英國1000堅尼嘅暫定賽果啊，第一名係16號嘅純愛，第二名就係5號嘅天演，第三名係18號嘅花樣奢華，第四名係13號啊美絕群星。香港頭先呢邊有好多都綠燈飛格嘅，關呢隻16號事。嗱，如果呢個鏡頭啊，好多都騎緊佢啊，仲係鬆幾步啫。佢係慢慢喺度，慢慢去蠶食上嚟。咁啊，落下都騎晒，係啊，打嘅精確啊。咁啊失望。嗱，尾入邊嗰隻兔輪仲先過佢。係啊，佢同水都驗日都麻麻地啊，拍嚟7咗咯，精確。好啦，純愛就贏出今年嘅1000堅尼啊，英國嘅1000堅尼。咁啊，真係近呢幾年啊，點都有啲爛腳啊走入嚟，一啲天演，全程都係咬得比較前，拍住亞倫大島咁啊，佢都係夠放㗎啦。因為佢有氣量驗證啦，即係喺新市場亦都贏過1600。好啦，咁啊 S4嘅第一場啊，咁啊英國1000堅尼亦都有呢個預計派咗啦，咁啊跑第一名係16號嘅純愛，咁啊獨贏係派68蚊。咁啊位置係16號嘅純愛係派21個半嘅，跑第二名係5號嘅天演，位置係派40蚊正，跑第三名係18號嘅花樣奢華，位置係派98個半。年贏位5搭16派455個半。咪二重咗順序16號5號派697蚊。三重咗順序16號5號18號派15936蚊。單啲5號、16號、18號派4665蚊。位置 Q 5搭16派138蚊，16搭18派374蚊，5搭18派651個半。四連環5號、13號、16號、18號派21620蚊。四重有順序16號、5號、18號、13號派289,614蚊。好啦，四重咗又好分啊，20幾啦。好啦，呢個時候睇多次純愛點樣贏今屆英國1000堅尼。隨時開閘，預備。一跳出嚟嘅時候啦，火焰機啊叫做比較慢啲個匹嚟㗎啦，最快彈出嚟嘅天演係最快㗎，白衫啊！咁喺佢外側方面咧，蕭星橙色衫唔慢啦，然之後見到就係艷麗飛喺中檔位置，白衫綠帽就亞倫大島啊，然之後愛蘭呢邊啊花樣奢華啦，緊隨其後就望走士嚟嘅，鏡頭影住入邊啊，仲有啲水都艷日啦，咁啊精確咧就跟住係水都艷日嘅後邊嚟㗎，拍住再後些少嘅咧就粉飾定案，紅帽咧就獻才藝喺馬林中間啊，拍住黃衫啊真士烈，睇翻愛蘭
蘭呢邊咧網走線啊緊隨咧就係花樣車華嚟嘅，後邊咧好順利就比較就搶口一啲啊，後邊仲有嘅黃寶咧就赤熱飛奔，再後少少嘅馬咧先係辣初戀啊，同埋好順利嚟嘅。望翻前邊啦，且戰且走呢就花樣車華咧暫時係領先就半個馬位到啦，嚴麗飛啊守住佢第二㗎，然之後後一格亞倫帶到啦，白衫啊天演啦，橙衫就蕭星，再後少少藍衫紅帽就獻才藝，黃色衫啊真士練嚟嘅，入邊咧仲見到就水刀驗日啦，後邊都未騎喎，正確啊！睇翻外欄呢邊咧，藍衫白帽就網走市，騎下唔係好多咧，夢步生花上緊啲咧就純愛嚟㗎，後邊仲有見到就係呢匹咧就係辣初戀嚟嘅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咧仲見到咧呢匹天演咧就佔先少少，外邊就花樣車華，咁啊睇下就嚴麗飛追唔追啦，入邊正確咧打緊衝鋒上嚟，純愛呢幾步亦都幾強嘅，最後大概200米到，中間突圍而出，見到純愛對住咧就係入邊嘅天演嚟嘅，外邊嘅花樣車華，再上緊嚟美絕群星喎，睇嚟咧今屆咧顧摩亞嘅集團馬匹啦，純愛可以贏出1000堅尼，跑第2名咧，見到係天演外邊位置咧。好啦，純愛啊，即係再睇翻重播都野馬姿態都好輕鬆，全程係揾住網走市去做個遮擋。你喺呢度已經反應好好嘅，佢睄到內檔，反而正確見到莫亞已經係好努力咁樣喺度騎緊隻馬啦。但係純愛就順住咁樣慢慢移入少少望空，咁就已經係交出好凌厲嘅衝刺啦。不過隻美絕群星都唔曳嘅。係啊，真係爭少少狀態嘅。而每一次佢都增程由6化啷、7化啷上嚟，而家跑1里。你睇下佢都仲有啲跳下咁。外祖父嗰邊係黃僕嚟嘅，有機會再掹長啲都未定啊！呢啲馬我相信我哋嚟緊越洋轉播，係啊，會見到佢嘅美絕群星。就算辣初戀，你話縮翻去跑翻啲6化啷，亦都唔奇。係，佢算好驚喜嘅啦個表現，即係冇話爭程有啲咩留唔住啊、成啊咁啊，每段都湧跟住馬群湧埋一齊湧。好啦，結果臨尾落飛得手。羅敦會隔幾年啊，整一項可能好重要嘅一級賽啊。其實呢啲賽事都好難講話揀唔揀得啱嘅，同埋有時啲大陣營咁多好馬都騎唔晒啦，即係啲主帥啊、莫亞布爾學嗰啲騎唔晒。尤其是呢啲鬥進度嘅佢騎嗰匹，又唔代表一定係會好啲。即只不過係賽績啊證明多啲咁，但係邊隻好啲啊？真係要跑過截肢。不過有時往時都係可能季初陣佢係會把握到，即係啲進度好啲嘅馬，佢攞咗嚟跑，有名氣嗰啲俾咗莫亞。係。即係講名氣咁，梗係正確比較大啲啦。早幾年以年綠帽啊、紅東臘月啊，其實呢啲都俾咗阿羅東跑咗先㗎嘛。即係跑完呢一場啊，原來進度好啲咁，可能莫亞攞翻嚟跑㗎啦。好，恭喜晒阿羅敦啊！贏出咗今年嘅1000堅尼。不過整體都係唔係話大熱門，好穩陣嘅1000堅尼。係。女軍啊，試過係。係啊。蘇小輝係爆大冷門啦。係上年真係熱得好緊要嘅啫，但係嗰隻真係好可惜，傷咗。藍型嘅馬。好啦，即將就會有呢個頒獎儀式㗎啦。呢個5月我哋都不受寂寞嘅。喂，冇錯，
每個星期都有越洋轉播賽事。下個禮拜雖然母親節啫，咁但係亦都有日本、法國嘅賽事。係啦，咁法國亦都上演1、2千堅尼啦。再之後好快又到樂景傑啦。係啦，好可惜啲，你講開樂景傑就遍地金就唔跑㗎啦。啱啱又跑完又發現又有啲多血，健康都有啲問題。係啦，開頭諗住會唔會亞視谷賽期復出，而家都有機會要延遲喎。係，再睇下點。不過一諗起遍地金，又諗埋隻背仲有法。係啊，諗起咁食過咁。冇錯。好啦，咁啊 S4嘅第一場啊，英國1000堅尼已經復榜完畢，派賽作實㗎啦。四連環5號、13號、16號、18號派21,620蚊。四重有順序16號、5號、18號、13號派28,9,614蚊。好啦，英國1000堅尼，結果就順愛贏出今屆嘅錦標啊！咁頭先提過啦，越洋轉播成個5月都不受寂寞啦，個個禮拜都有賽事㗎啦。咁但係都要溫馨提示啊，嚟緊本地嘅賽事咧，星期3晚就係跑沙田嘅夜賽啊！全麗夜賽星期3晚就會上演㗎，頭場開跑時間6點45分，到時賽馬直擊再同大家傾過，拜拜。